你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大社会，我是刘梦竹。台语歌坛的大姐大陈英杰有台湾美空云雀的称号，大家耳熟能详的红杯刷销售破100万张纪录之外，嗨嗨零星更是替陈英杰缔造了另一个高峰。不过，或许很多人都忘了，当初陈英杰可是以唱国语歌出道的。而且，身为客家人的陈英杰，出台语唱片时一句台语都不会说，竟然成了台语歌坛的一张王牌。陈英杰的崛起故事，带您一块了解。简单歌词仿佛道尽陈英杰的人生观，看破世间悲欢离合，男女爱恨情仇，一切别回头，不强求，是一项创举，同时也让天后地位更屹立不摇。陈英杰的台语歌唱得到底，没人会否认。但是您一定很难想象，在刚出道时，他其实是唱国语歌起家的。天边带来你的情感，留下你的誓言。台语歌曲一下子转变成国语的呢？你袂使你讲，报第二上尾站了后，这首歌国语歌就是本姑娘唱的。啊了，我有参加到布袋戏的最后一位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布袋戏这个还请到我们这个陈英杰来演唱的话，这首歌也是我在歌坛的处女作。纯粹以米尔我修。民国63年，黄俊雄的电视布袋戏《苏养文》可以说是轰动全台。一个20岁才刚在歌厅驻唱的小姑娘，偶然机会下被黄俊雄听到歌声，破例要她用国语为布袋戏中的女主角莫苗基演唱主题曲。这创下布袋戏中以国语歌曲作为剧中人物主题曲的先例，更是打开踏入演艺圈这扇大门的钥匙。这首歌红得不得了，很红，卖得非常好。后来海上才跟我签约，是第一张卖得好，我才签约当歌星耶。就和你有了情呀情人梦，情人梦滋味真情的酒浓。听歌唱歌要唱骨子里，不要唱到皮，不是唱表面的。我觉得歌者到我们现在来啊，应该是唱感觉了。我要向你说声再见，不管多久，不管多远。年纪轻轻就成为台视的基本歌星，演艺路可说是一帆风顺。本公司演艺人员所组成的秋节马祖东引前线绕境团，由顾问钮先明率领，到达马祖北竿码头的时候，受到前线官兵热烈欢迎。30年前的漂亮妹妹绕军，从唱片封面那双会说话的迷人双眼，被称为大眼睛姑娘的封号。但是谁也料想不到，陈英杰之后竟是180度的转歌路。唱的歌路，我就感觉讲，因啊如果会当唱台语歌，会感觉真容易互人接受。第一，迄个亲切感；第二，也当完国感。因为客家人。我就会唱山歌，那么客家人有山歌就是廖郎山亮那种转音，所以那种转音就是跟一般的不一样。我转音我绝对不会这样他们死板板的转音。所以我一开始以为陈姐是喉咙郎，因为她台语讲得太道地了。对啊，真的讲得太好了，在后台的，我跟你讲哈，来恁做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是因为你阮才会将心情当作做。我唱的闽南语，我比一般的闽南语的唱的咬字还要清楚，对不对？唱闽南语歌咬字第一点要清楚，卖柔，
开始纵横20多年的台语歌坛，由陈英杰唱红的歌不计其数。舞台光芒聚集一身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陈英杰遇到了当时同为歌手的潘健，两人从工作上的伙伴衍生出男女之间的情愫。我男朋友他做生意，他想做生意，不好，我能比较赚，我比较会赚，我就知道，我觉得没什么。所以我从来没有讲过他的过去。人家问我讲说为什么收割，对呀、他没有，他也没有说给他骗啊，阿伯啊。不免来同情，也不免来了解，生活自己完败。虽然是情一流只相携风。你知道那个做生意是那个投资是不少那个时候虽然秀场是很蓬勃啦，收入不断，但是那个也是跟无底洞一样。他可能是到后来。潘先生，我的同胞可能是愧疚。那个时候我是很苦的时候，非常苦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当时所唱红的歌，竟也成了他情伤累累处境的写照。拜托啊，小少行哩啦，迄个头看到就倒大啦。你看了我的头倒大，我看了你的人哦，就倒揪啦。为了还债，只能昏天暗地四处跑场作秀。也因为在感情路上的跌跤，陈英杰从原本一路顺遂、无忧无虑，到逼迫自己迅速长大。他就跟这一些大哥就称兄道弟，然后讲话就是比较用一些粗俗的一些话语。恁走嘛什么之类的，或是讲话就是臭干辣椒这样。你推的球，你爱我站哦你啊？阿姨，你要甲我站哦？我主持这几年啊，我也捌听到歌星讲要甲我站，你安尼人下骹底要安怎站？我听你在讲。你唔安尼，互你死安尼。健康万事。不理会外界的消遣嘲讽，刻意将内心感情锁死，一切全力拼事业。歌坛这时兴起对唱表演方式，陈英杰也顺势和不少男歌手有合作机会。他又很会塞奶，歌我就觉得说又很阿莎里，然后又很塞奶，所以他跟气球一样。就是可以胀，然后又缩又胀，说弹性很够。歌在这个时期也充斥财色酒气。我醉，我醉，唔通予我心碎。一系列的饮酒歌也让陈英杰被封为酒歌天后。不过天后和观众还是钟爱原汁原味。雄心也刚逼，一阵米孤单来到初恋的港边，就是它的味道啊。我觉得我就针对他的韵味啊，他就帮他写这个歌，这首歌也大卖。事业成功，人缘又好，一切是苦尽甘来，只是形单影只，总是孤单寂寞。或许老天爷怜悯这位苦海卢行龙，民国85年结束多年的漂泊，遇到生命中幸福。恁伊就未了解吼，讲安那会公证结婚2年，即摆才办，我这欧洲式的啦，欧洲式的拢先试看卖啦，好再来。你讲的是试吃呀？
这10几年来对于陈英杰支持甲爱护，请以后用继续甲支持，继续甲爱护，感谢。这个时期的陈英杰，连声音都感觉到幸福。只是在面对父母亲的骤然往生，却是狠狠地将自己击垮。我妈妈往生之后，主要是我爸爸跟我妈往生，没霸凌。我爸爸往生之后，还没有白日，我妈妈就往生了，所以那个痛会更痛。所以我将近1年多我都不出门，我都待在台中，我不出来。他会想到啊，这是我出来代志啊，我家己，我就自己去静静的去过我自己的生活，就尽量不要惊动大家。妈妈走的时候，我也是后来才听到，我吓一跳啊，阿亮，然后他就默默的承受。戏剧般的父母双亡反射出的画面，一如人生舞台的感情缩影。不过，陈英杰曲折的人生过程，在无奈与回首中，都化作歌声，勇敢呈现。予女心来受尽了委屈，女性的痴情苦海，予人心来两颗亲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爱着较惨死？欢迎回到大社会的节目现场。陈英杰历经了人生的波折，他将过程化作是歌声来呈现。纵横歌坛30几年，最近要再发新专辑了，但是却遭到外界质疑他优美歌声不在。陈英杰也坦诚，他目前处于变声期。有人说我不能唱的，有人讲啊，那我这次出来我就让他吓一跳。有人说啊，陈英杰把我都起来了，讲的。我不喜欢人家讲这种话，你哪有告我你的来头啊？没有像说你今天能够像我，能够在歌坛37年没有动，那我说你厉害，这样是老的啦。用实力证明自己唱功不减，宝刀未老，没有过多修饰的歌声，传达真实感动。他在诠释这种悲情苦情的一些歌曲，他诠释起来特别的道地，特别的好。人生的悲欢离合，他经验很多，所以他唱出来，再应用他的技巧，然后他的绵绵那个音质啊，诠释这首歌，哇，那个真的是扣人心弦。陈英杰，嘿，我们歌坛大姐大，阿哥金马西。空云雀声也是这样出，慢慢来，对。年纪大就会变粗哦，我哪不知道。看哪里？气死人！你真正陪得急丢啦！我今嘛跟你讲，意思是讲，如果说到了一个阶段，那你唱歌，就是说，像我这属于比较，我不属于高音的，对。但是我拢唱8声，就是假音比较少，金声的金声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我在感冒的话，我怎么样？我拢对起来。从民国62年拾起麦克风出道，已经有30多年历史，在台语歌坛有着重量级分量的陈英杰也不会言，喉咙正处于变声期，要恢复像以前20、30岁的声音，那是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每一个人都不可能。那如果是会到40几岁，我那个前阵子的是声音有影响到，所以我掉了1 key 多。面对歌坛一姐的龙头宝座岌岌可危，陈英杰努力保养金嗓，希望能恢复轻声细语的气音铺陈，这昔日水准。如果模仿得出来的话，我很快，我出道37年多，我应该很快就被干掉了，对不对？最低音跟最高音，它的 range 很差，很广，所以说它的可塑性很高，所以它就是
可以有时候看得很低沉啊，有时候很高亢这样子。重情重义，再加上阿莎莉的个性，得到厂商青睐，为塑身产品代言，但是却意外惹出风波。代言的产品出问题，陈英杰直到开记者会才知道自己的广告夸大不实而挨罚，但他还是当场拿出了一排胶囊，说自己还在当白老鼠吃土耳其草莓制成的胶囊。你不能讲说它100%的有效，好，个人的底子也不要知道，没有什么挂保证的，但是完全要靠自己的毅力。不过，歌坛常青树依旧挺过来，并且将触角延伸到戏剧。处女座让人又看到陈英杰多元化的表演面貌。你天发就猛呢，给人家把了，按不可以，跟人说你怎么？对啊，那个演得蛮自然的，真的还蛮自然，所以我真的吓一跳啊。对照现实生活中，陈英杰的父亲当年也是不告而别，由母亲一手带大。不过陈英杰却从不怨天尤人。唱将级娴熟的歌声，犹如相醉的熏风般，让每颗心都醉了。我最心酸，放乎伊陪，真正爱过的人，算算无几个，咱的婚姻为谁做几暝？风采的过去，亲像一寸一寸云烟。陈英杰在歌坛小有名气时，却一度负债千万，穷困潦倒。后来成功翻身，再度走红，人生大起大落，养成了他豁达的人生观。陈英杰的人生故事，休息片刻，我们再回到大社会的节目现场。经历人生沧桑的陈英杰，唱起台语歌是这么的有味道。尽管目前面临声音上的变声期，但是他浑厚的唱腔加上刻骨铭心的情感历练，让他唱起台语歌曲更显得与众不同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大社会，我是刘梦竹，我们下礼拜见了。